哎，今天的节目是来记得跑歌，请节目开始带来一首《西北风》，来邀请全国好朋友共同欣赏收听，谢谢。谢谢大家。花这都来了。最近的天气拢是安尼。对。吼，晴时多云，偶阵雨。啊，有当时也先过落一个西北雨。对啊。花这个山区。对。啊，好佳哉啦。这个就是说，这个春天已经进入这个6月份的热天。热天到了。哦，而且就这个畜牧的对。哦，啊，无论就这个春夏秋冬，咱伫遮呢，拢要祝福。所有这乡亲时代，咱这爸爸妈妈、阿公阿嬷、姑姑姐姐、大嫂大姐，大家身体拢健康。对啦。每一年的当中的心内，拢敢若亲像这四季共款。行东西海南北，趁钱稳得当啦。对啦。一人呢上主要的时阵，身体爱会好。对。人如果来讲，食身体来用，伊就咧笑口常开。啊！大家看到伊安尼花头迄面，食好食歹另外一回事哈。春钱春济春少另外一回事，看起来我感觉讲哦，伊足幸福的。对。这家庭真温暖安尼。像这树的时阵，其实内面有蕴藏着真大学问啊。什么学问？较食树代表身体健康以外，这个树伊的气啊，伊的酸，伊这个树，伊的震动像这个心肺功能，包括像这个腹内面啦，这个肠啊啦、肚啦，拢总运动的对，所以讲都爱笑口常开，
哎，不时伫咧笑的时阵呢，咱咧这个身体嘛较轻盈，哦，吼，较轻松，骹人手人就对啊啦，安尼，是也就这笑的时阵呢，不只是这个快乐的表现，吼，佫会当呢帮助咱身体健康最重要的活化咱的免疫力。哎，提升哦。所以讲呢，愈笑愈健康。是安尼讲无毋对，但是有一寡观众朋友吼，伊毋是无想要笑，伊是毋敢笑。是安怎？这像讲阮为我一个什么大嫂吼，嘿这真正这是我一个大嫂吼。我安尼做阮大嫂已经差不多20几年了，我从来毋捌看过讲吼，伊安尼像老师安尼笑啊足大声。开怀大笑。其实吼，了后才知影讲，哎呦，伊迄毋是无幽默感，咱讲甲足好笑的时阵，伊那拢袂笑咧。因为吼，伊讲唱伤大声的时阵，他会漏尿。会流尿哦。很多人都这样，对不？拍一个骹唱唱较大声，摕一个重的，就流尿啊。参即款自由都无度做主，啊，即款人真正心实在是，啊，毋知要安讲，真狭隘啦。对，吼，会使安尼讲。呀，这真正毋是伫开玩笑。对。有一寡人的时阵呢，这个就放完了无偌久呢，差不多半点前久尔呢，伊就想要放，这绝对无正常。对啊。啊，有诶较严重15分安尼啦。啊。斗都伫咧放尿。迄个频尿啊。系啊，啊有诶较幽默诶，伊讲像要去遛鸟。哦，要遛鸟。系啊。要刷车。你看一个鸟啊咧。安尼。刷一个车咧，安尼。是啊，其实是咧放尿啦。是。哦，啊人行到一半诶时阵呢，突然间哦，伊会滴落去咧。啊，已经禁袂掉。失控，无法度控制。哦，也有诶人甚至高烧，有诶人是夜烧。对。下暗时要困诶时阵，就困袂好势，起来放4、5遍。哦。放甲来诶当中，是你着一寡精神啊，一寡困眠放了去。对对对。甚至有诶徛起来时阵吼，莫讲是笑，伊嘛会流。安尼哦。参加上囥一个，伊嘛会流呢。哦。系啊，这真正是失控，这是才真困扰。你若像讲吼，阮迄个大嫂就好啊，伊吼伊上惊出门，伊真正从来毋免出门咧。为什么呢？爱出门惊便所啊，惊狗就夹喙无便所就对啦。伊毋是讲漏尿问题尔，就讲伊嘛真够尿啦。伊若上车的时阵吼，伊就开始紧张啊，紧张讲较等下毋知佫偌久吼，才会当有便所啊。这真伤脑筋。啊，这若暗时的时阵嘛是共款呢。啊，观众朋友，你日是安尼，你晚上还是一样哦。晚上就像老师讲啊，变来变去，啊连伊爬开放尿者，啊即摆要困的时阵，困到袂去的时阵。又佫想要便所啊，所以讲，如果你若是吼有一寡人若夜尿，吼夜尿若暗时爬开安尼头3摆安尼2摆3摆，我咧讲，你的状况绝对无好的哈，因为你看，你的困眠绝对是品质足歹啦。要我的这膀胱吼，咱讲毋使，亲像这铁拍共款，当成铁壁。我若即摆伫咧困的时阵吼，我毋惊恁知影，我大概拢1分钟啊，这用伤夸口啊。30秒看困就困了，啊一困的时阵就到天光啊。我要起来放尿，吼，到下早时啊，大概差不多伫迄个4点半至5点。哦，我放了后，神出参大便的时阵，神要甲透透咧，我就去运动啊。哦，也像即个膀胱即个部位，你若正常的人，亲像阮，较无感觉。啊，我较早嘛会咧，毋是袂咧，即摆调整好啊。是的。平常时也无感觉啦。啊！一旦啊出问题的时阵呢，互咱人足困扰的，无自由，连带这个生活，做工课都无自由，都起来讲啊，即摆人注意要出去，啊出去起来放尿的，啊人要来找伊当中啊紧张，啊紧张的时吼，都来绕阵，都开始来，生活足无自由。愈紧张我咧讲哦，迄要出门啊吼，愈紧张我咧讲愈搞尿。哎呦，等下啦，我先来便所者，要出门啊，对，有的人讲安尼啊。所以讲吼，你讲单一个膀胱而已哦，啊，伊就是会当互咱安尼正尔无方便吼。即该顾爱顾，你头先讲放尿，其实哦，你佫牵连到一个泌尿系统。是。查某囡仔时阵对吧？这若如果泌尿系统啦，如果无用啊，不但会高烧，佫而且佫会流失。高流失啦吼，不等感染，这嘛是拢是事常的代志哈。好来，谢谢。山顶已经侪观众朋友，甲咱观众朋友吼，有时候节目就开始跟恁分享一下聊聊天咱身体就是爱顾好，无论倒一个器官拢总共款啦。小小的问题，你若无甲顾，
啊，就是愈来愈严重吼。是来，即摆来，坤清哥哥、木火大哥、隆中大哥，谢谢焕中大哥、徐爸爸、徐妈妈、五个的永顺啊大哥，谢谢春天哥哥、文东大哥、吴大姐阿姐、先树哥哥、文荣大哥、苏梅姐、宜平哥哥、天章大哥、哈玉轩、坤星大哥，哇，今仔这么多人哈，拢总上线拍扑啊嘿，嗨，谢谢，感谢咱的明福大哥哦哈，来。要来进行着，咱先来点歌啦，好不好？今仔安排6首歌曲，头一首歌曲安排是咱思念故乡心爱的人。心爱的迄个人，怎样过日子？来第2首歌曲哦吼，离别的月台票。为着要甲伊相见，走甲面青青。来第3首歌曲，雨乃落袂停。这无情，这呢无情，哦，你哪会落袂停，落袂停。来第4首歌曲，当家的蝴蝶姑娘。以前人啊，撒去繁华的都市，仿佛温日头若照爱人的门口，予人的心忧。哎呦，第5首歌曲哦，江林的纯情曲。可爱的迷人的形影，不是倒在阮的目前。江林的纯情曲，来第6首歌曲哈，拜拜啊，思相机。金雕有酒，金雕有醉。做好茫茫啊，谁也知意，凡事着爱心较开，摆摆啊也是事啊相见。好来，6首歌曲哦，准备哈，来邀请观众朋友开点歌，8326-317。8326-317。来，头一首思念故乡心爱的人，第2首离别的月台票，第3首雨乃落袂停，第4首当家蝴蝶姑娘，第5首江林的纯情曲，第6首拜拜啊，思相机。以上电话准备甲开开咯。哎，日头过半晡，天气炎热，万人情回路。欢迎头一位观众朋友上线，你咧演播第2呢啦，就是开口啦。安尼哦，来哟，坤星哥哥，今仔要听倒一首歌？5跟6。我写开哈，好，谢谢哦嘿，哎你好，尤大嫂，哎，高早，高早，好，那李老师好，好，我来点吼，嗨，啊甲有，安尼哦，到有离别的话题。好，老师我写开哦嘿，谢谢，哎你好，玉玲，喂，玉玲的电话，来，隆中大哥。你好，我点你是江林老师好，方言小姐好。好，你好，2跟4哦哈。谢谢。谢谢我们的隆中大哥，谢谢。哎，你好。喂，姐姐，大哥好，玉
就铃我要哦。点第5首跟第6首。好的， 5、6，好，没问题。好，拜拜谢哦谢。再见。来，文东哥哥，喂，嗨，王林你好，好，大哥好。张明老师你好，我点第2跟第5，安尼啊， 2跟5哦。好的，没问题哦哈，谢谢你跟我代谢。表江里面顺。哎，你好，顺天哥哥。两位主持人午安，我要听第2首甲第5首，谢谢，感恩。甲我好，谢谢。哇，这顺天哥哥。我喂，你好，玉轩。哎，两位好，我要点第4甲第5。第4甲第5，当家乌蝶歌啊呢？可以的，我写起来好谢谢啊，谢谢你们。来，真正呢，甲咱阮新朋友报告一下吼，咱这段时间都是咧点歌吼，啊点歌拢总伫后壁，即6首歌曲，甲咱观众朋友来共同，就讲啊，较侪人点的，啊，咱就赶紧甲唱安尼吼，啊，欢迎恁哈，新朋友拢总欢迎恁上线，哦，来先来安排这首做《江林的纯情曲》，诶，今仔这首上侪人点。嘿，咱有咱的坤心哥哥、尤大哥、尤大嫂、玉玲妹妹、文东大哥、顺天大哥、玉轩阿姐哦哈。我陈妈妈想要听倒一首。陈妈妈，欢迎嘉玲，嗯，我转了200块台票，哦，拜拜。好，我写开，好好，这是咱的陈妈妈讲伊要听这首做200的歌台票啦哈。好的，谢谢，准备咯，江林的纯情曲。人讲金钱是万能的，无毋对。但是纯情的爱比金钱更加伟大，这是世上所公认的事实。迄个姑娘就是我心目中最难忘的人，无论是山崩地裂、粉身碎骨，我都也毋愿辜负伊。男性的成功就是女人的这个安慰。我的纯情客永远要带予你青春快乐。迄个心爱的小姑娘，哎呀，蹦蹦可爱的，迷人的形影，有时都在阮的目前。虽然你甲我离开哟，每日思念你。若讲起你的一切对我的恩情，爱的你。是天下最纯情的女性，予我来高兴。就是我的蹦蹦可爱的姑娘。难忘的迷人的笑容，时常对我来微笑。虽然我离开你一生悲哟。
想起你，我做阵对我孤情。心爱的你是天下最纯情的女性，予我来爱你。我永远有缘，不敢放袂记。迄个心爱的小姑娘，哎呀，蹦蹦，心爱的别人的声音，永远是糖甘蜜甜。虽然我离开乡，你哦，照顾爱着你。若想起你在爱我，一直无变心。心爱的你是天下最纯情的女性，予我来心。希望会成功，早日得到转去。江林的纯情曲，你着爱搁做一个好歌者，哎，有只好歌啦。好歌啦。你一般的时阵，就歌手袂安尼唱，安尼吼，就是现场的。现场的啦，对加对强者对，对啊，哇，雕兄哥哥给你拍谱啊，尤大哥尤大嫂，咱徐爸爸徐妈妈，玉轩嘛上线咯，好，谢谢关公啊姐哦，谢谢，来永顺大哥，谢谢啊古大姐阿姐，你的谱啊声吼，来宜民哥哥，谢谢哦，吼，安尼啊，顺天哥哥吼，恁的谱声拢总有收到啦哈，谢谢，感谢，来，哇。咱即摆吼先来进行到第二阶段，咱的节目吼较短，啊所以讲吼，迄一站一站咧进行拢总吼足快速的，每一工你拢会有2个单元会当上线，甲咱做互动。第2个单元已经来啊，就是听好歌、要歌名，来好礼送互咱观众朋友哈。你安真无简单，电话甲卡开时阵，我一定要想一下好的小小的礼品来送给你们哦吼。哈，今仔要送的就是咱这倒手芳，咱倒手芳，咱这个万灵松啊，时段吼，像昨就好，昨我甲咱这个住伫咱桃园这个陈大姐伫咧开讲，伊讲哈，以前厝前后壁拢爱种迄倒手芳，啊倒手芳种的要创啊，迄有当时啊吼感冒啦、发烧啦、扁桃腺发炎，都是这样甲转的了后，堆咧，我咧讲哦，用个汤匙安尼甲试一个哦，一汤匙哦。灌落去。蒸久的时阵较清蒸嘞。嘿，以前囡仔拢爱焗灌的，啊大人咧食我迄种无好食，味是苦，啊，佮迄一款呢，迄种安尼臭青味啦。伊即个吼，伊即个性的时阵吼，真温和。是啦。吼，但是气味无好。入鼻啊，对。会当入气啊，吼啊，对咱即个胃的像即个三经啊，吼，拢总会当行气着，对。是啊。哦，所以讲像即个呢，倒手芳是足清凉。啊，你若是讲吼，一般会厝前后壁种一丛啊，是安怎？有当时啊是靠着弄着的时阵，你若青伤哦，我咧讲，甲真正你甲挽规个叶啊，甲堆的了后，现在的人拢用那个塑胶袋吼，甲用一个管啊，甲堆了，伊迄接得出来对无吼？
我咧讲，真正现甲糊落去，现消症退防，对，都是这样。消炎气风一个解毒。我咧讲吼，即马青草我都足好用的。即马有个人讲，啊，阮兜都无阳台，要哪我都种倒秋芳来啦，无要紧吼。咱芳林家da有，这毋免互恁，毋免阳台，你免种哈。即内底做，咱这倒秋芳，就是该做到万用膏、万用双气，啥物拢总会使用，啊，你互你方便，而且这拢高倍数。洗低头肥啦。倍。吼，扁桃腺发炎，你知无？哦，即个青歪歪，即个来做这个，这拢较消炎。啊，即马拢甲你做到安尼吼，即种的一罐了后。就是拄则讲的，什么都可以用，而且呢，这个拢高浓缩的，哦，高倍数浓缩的吼，而且伊也甲调甲气味真好，啊来啊，佫抹落佫盐啊，会凉凉，吼凉凉。你我定定甲恁讲，你若想要唱歌的时阵吼，感觉讲然后咳咳咬咬着，我咧讲哦，即招真正足有效的，迄你甲抹抹，芒糖加上啊，你若是出门已经还未出门的时阵，你惊讲。会去等下出去的时阵，外口有一寡蚊啊，对无？你甲抹抹嗦嗦的时阵，蚊啊就袂甲你挖哦，就是这么神奇哈！来，准备落歌哦。来，唱这个就这个吼，台湾上界本土的这个国语歌曲，哪会安尼讲呢？啊？因为江林算台湾囡仔，吼，较早汉20岁啊，吼，较有这个台湾味。我就讲国语的就好啊。啊，较无像这个北京腔。哦，是啊，今日台湾国语哦。嘿，来。今仔两首拢国语的哦，两首拢国语的哈。头一首4个字，第二首3字。这一首歌曲叫做什么名字？来，观众朋友猜看看，猜看看。说来起先，伊原共款是对着这个巴萨罗吧，这个歌曲的时阵，拉丁的吼，伊原共款是像这个做国语歌曲，来，这个歌曲是嘛足好听的吼，我来。那一天忽然地在海边遇到了他，像小鱼一样的活泼又健康，
从身上掏出来，雪白的一颗珊瑚，悄悄地走过来，默默地递给了我。就是这样的动作，仅仅就是这样，使我有一种感觉，慵懒忘记是事情，仿佛不少。说是爱还嫌太早，就像是春风轻掠在我心头。我忘了那夏天，踏上了我的归途，他曾向我的侧挥手，大声叫喊。无情的大海浪掩盖了他的呼唤，连着是他的手，逐渐地也看不见。在那年的冬天，突然有这感觉，好想再回到海的那一方。为什么这爱生命就这么短暂？这一场褪色的了美的海边的幻梦。这一首唱得零零落落，2266，大家讲做哩哩啦啦，哦，伊像这个歌曲3字呢，叫什么名？所以讲像这吼艺术的物件都是安尼。较早的时阵做学生的时阵吼，不是伫咧唱，吼，啊，顾一个无聊吼，3工8钟头话，哦，无要紧，啊，咱观众朋友你都爱听，啊，我本身就给你传唱，吼，一回生，二回熟，三回就滚瓜烂熟。烂熟嘛是有走音去啊。未来我这已经足蠢的，我该卷舌拢卷舌啊。已经就认真卷舌跟诗诗拢已经就认真的啊哈。好来，咱今晚要来公布答案了哈。来，两首歌曲，头一首哦。来，头一首。头一首歌曲的时阵是是什么呢？夜里模糊，夜朦胧，闽江夜曲。好来，第二首我有讲3字哦。那一天偶然地在海边遇到了他。这首歌的时阵呢，叫做《珊瑚恋》。结果是像这个少年啊，摕一个酸蚵啊，海边捡一个酸蚵，吼，讲这个酸蚵，纵然是讲呢已经死去啊，但是嘛要永远陪伴伊身边啦。好加在这个少女的心真巧，讲还讲啦，成梦时你唔通做面梦，叫做珊瑚恋的这个故事。啊哦，来哦，今仔2首歌曲啦，头一首《闽江夜曲》哈，啊来哦，第二首就是《珊瑚恋》。以上先收开，等下再来摇奖哈。感谢咱观众朋友，老师你来安排下一首歌曲。下一首歌曲老师做安排的时阵吼，芳玲今仔利用着短时间，短时间哦，今仔互老师来进一个公
告势来哦。谢谢。即摆内人吼，就利用病医伫咧推广。是。就是讲吼，咧查甫人了无线，甲女性朋友泌尿道膀胱的问题。即摆病医吼，拢会塞种物件，自费的，无健保的。伊叫做乌白花。真出名啊！即摆主持。乌白花。啊，病医吼，病医即落物件较新，但是伊安怎无副作用。但是即落物件30粒装伫病医啊，教学院有诶拢会叫你讲无看你要自费无？是。30粒装无俗啊。无俗是偌济？无俗啊。嘛还好啦，物件有效拢无差啦。对啦，当然是安尼。30粒装目前伫教学院是30粒装超2000。哦，安尼嘛算无俗咧。无俗啊。系啊，啊你今日来遮当中，现在乌白花啊，吼，啊我观众朋友心头拢真有需要嘛。对。吼，啊你若像安尼是当是要哪味？你若讲乌白花不只是安尼，乌白花吼，咱即摆伫咧摄护线加即个做泌尿道系统，啊拢真好用。啊，无大劲，啊，佫有一种叫药用的南瓜子，药用的南瓜子，这拢上新的。啊，若病医来讲，干那乌白花来讲，30粒就要2000。是。啊，若譬如讲若60粒，啊，一般一个疗程上起码60粒以上无以下，就要4000。啊，今日伫咱遮呢，啊，当然我嘛无可能讲叫病医安尼嘛。当然咯。系啊，你来的时阵对无？你都。咱的观众比较疼惜咱啊，吼，对咱节目是遮支持啊。当然，你爱上界西底。哦，物件好，吼，人才会学到。啊，所以讲继续爱，不要紧，绝对爱。今日60粒装不要紧的，今日60粒装吼，咱莫讲4000啦。是，60粒装咱优待价。对，本地就是加一倍啊。哦，2400。2400。啊，但是吼，我的个性是安尼啦吼，就是讲啊优待无毋对，但物件毋捌食过，啊，当毋知有好啊歹啊。对啊。系啊。啊，你若如果若讲一了袂歹，我当然的是我这钱开的时阵对无？有迄个价值啦。要安怎证实好啊歹？对啊，要安怎？真简单。系。今日食2400。是。我会搁加食互你。系。啊，加食要创啊？一摆2盒。系，我毋是讲2盒要甲你收4800。对。2400我加食互你，食要创啥？你等下你甲我偷开食。食了后，你若拢无感觉。较严重的你甲我食4粒，较轻的食2粒。食了你若拢无感觉，要安怎？这你怎食了准煞？另外这你退转来。开你的。嘿，开我。另外这下的时阵，我原金2400怎搁退你？那安尼是搁有担当。啊，所以安尼系阿萨利干脆。对啊，所以就简单的嘛，物件有啊无，有影无影，试了知影嘛。较曝光，互你食了满意的。啊对。好，安尼观众朋友听有啦吼。来，啊你亲像安尼2400的时阵对无吼？系啊。啊！你照讲食，啊，阮太太是冇这个困扰呢。系啊。哦，你也要食，恁太太也要食。我嘛要保养啊，对无？这因为做这。查甫人了无啥，啊，查某人搞了泌尿道。当然。嘿。吼，因为即款这家私吼，你甲中国来是弄这个困扰，咱讲实在。这有影。吼，安尼啊。哦，啊，既然甲遮好的时阵对无？吼，你头拄仔讲像这个细做的，吼，咱就讲犹太啊，大家拢调清楚。吼，你只要是你若食了，若毋知影无帮无谱，吼，大家无需要。吼，这真公道嘛。啊，我。要甲咱的观众朋友特别搁争取一个方法。你搁争取啥？系啊，就是讲者，咱就讲者大份啊安尼。吼，譬如讲我家己本身要食一个讲者，吼，较根本的。哦，食较久的就对啦。吼，2红啊某是要同齐顾一个身体的，对无？吼，安尼啊，安尼你是要哪味？食较久的啊，你都买两组转去就好啊。我知啊。系啊。啊，两组啊计数咧。2组就4800啊。啊，无啦，黄顾问。系啊。我咧讲吼，我的观众朋友，年纪的时阵拢超过60岁以上，吼，多数就对啊，男女朋友啊，拢真有需要。吼，啊，你既然甲来的当中的时阵，你当然要去做一个特惠啊。安尼好啦，都难得甲老师徛做伙哦。嘿，当然。安尼较阿萨利啦吼。我今日专工徛来去咧，无本地拢总说，老师拢说方林。老师，你咧讲我因为我知影的时阵免紧张六几岁啊。安尼我咧讲，我遮辛苦吼。嘿，南山咧就好啦。啊，有啦，恶面的第2味啦。你甲咱山，你搁加准备2张。加2张。拄啊4800嘛。200块。啊，若搁加200偌济？5000。5000啦吼。5000，咱莫讲送一个30粒的啦。是。咱搁加一个。啊，有啦，安尼毋只。共款60粒安尼好无？共款的是。但是我先讲哦，你加200块5000块，加这安尼啊吼，我就总共开放着30组，我大家来。30组的时阵无得无杀啊！小等的啦。安怎啦？来啦！啊，就安尼就最优待啊！我讲你来的时阵，你做你代表公司来的当中的时阵，你当调车先存7盒啦。7盒搁互落去啦，200块嘛毋免啦。
你要搁加价200块免。啦，吼，安尼当中老师，半打，老师我捌看你遐慷慨过了。对家己吼爱较强咧。嘿，啊，若如果来讲起来，咧做好事嘿，吼，介绍好产品，出好子孙，捌听过无？哇，这个吼，我咧讲，你嘛绝对有功德的啦。吼，怎安尼落压？几组？几组？30组，袂使咧，搁添电话亮亮叫啊！电话亮亮叫啊！你唔好接啊！这拢总成本呀，我要接，我赶紧。50组就好。50组，咁咪搁天数啊？唔好啦，真系唔好啦，唔好啦，系啦，50组咧，系啦。观众朋友，电话赶紧卡0800815181。好来，谢谢啦吼，感谢咱江林老师甲咱的黄顾问。来，若讲到咱这组旁有利，互你的膀胱爱有力，膀胱若有力的时阵，你就无一寡困扰。暗时啊高尿啦吼，啊就一sussus啊就爬开几落遍，正常若2遍的时阵就无正常啊。若4遍5遍，真侪咱观众朋友安尼啊，迄就是安怎影响到你的困眠，你的生活品质绝对无好的。来，咱这组咱的旁有利，这是正讲咱这有专利哦，专利的哈才有效果哈。来乌白啊花，这呢而且是德国、欧洲是被肯定的吼，功效的哈。你是本地是拢会安尼搞食饭晓？安尼，高腰啦，食了有较无啊高尿无？有啦，有较无啊高腰。安尼恭喜你吼！有啊有效，食就好。啊你安怎？我跟你讲吼，好我去坐车吼，嘿，坐车是对无？嘿，啊，坐你公车对无？嘿我万岁，我会听，我什么拢免听，拢坐2点外钟我也无听。哇，你看卖啊咧，安尼就改善有够济啊！吼，啊你啊整个安尼生活品质就加足好啊，也免烦恼出门。啊，食了我搁买。感谢，谢谢。啊，家拢买大组。喂，你好，文迪大哥。把机会啊！大组的吼，我下凯哦嘿，好，谢谢你，谢谢，好，感谢哈。喂，你好，能赞大哥，你要大组谁做的？大组吼，我下凯哦嘿。喂，你好，明海大哥。明海嫂，要大组谁做的？要大组。大组哈，好，我下凯哦嘿，好，谢谢。你好，你好，我要大组要大组吼，啊，那这个你新朋友，等下敲电话甲你问住址哦嘿。好，谢谢。来啦，喂，你好。喂，哦，咱足久啊，咱江湖，足久无这个这届动较久呢。好，安尼我你讲要一组吼。一暝迄个3摆，食一组就有哦。食一组就有哈。哦，啊，食2组会好咧。会啦，来，你较加油。我大组买1组啦。好，我下凯哦嘿。好，感谢你啦。好，谢谢，好，感谢好啊。来，观众朋友，其实吼，咱这阵咱的朋友你已经介绍有一段时间啦吼，咱这是世界级的哦，咱这世界专利哦，通过32国的专利认证过哦，包括讲伫德国伊的医药期刊内底，伊拢有讲哦，这罐是真正咱内底掺的乌麦啊花，咱的黑麦、南瓜子丁呢，伊是会当抑制着伊的尿泡线真大的哦，所以讲观众朋友，这是真正有效，甚至呢，咱内底乌麦啊花对无？乌麦啊花咱特别采取着破壁迄种技术，所以讲伊会当捞出伊的精华，啊，伊会当改善讲咱伫咧发炎的时阵，包括讲你的夜尿，伊会当改善92.9%哈，甚至。咧放袂使会出来，有的人吼，哇，徛一半步久的大哥啊，拍咧壁遐徛足久的这无，会当改善76.7%哈。所以讲观众朋友，这是真正让你非常有感觉的哦吼。黄太太，你好。黄太太要一组吼？一组我要说组就好啊，食看嘛咧。好的，谢谢你哦吼。当时会到。明仔载若无到，后日到哦嘿。哈，你当时袂，买，拜了我无伫咧。哦好，安尼下个礼拜一。好，好，拜拜。礼拜一到哦哈，来，咱这趟等下，咱这个朋友里无分查甫查某，包括女生都可以吃，包括芳龄嘛伫咧食。我大概2年前就有这种问题，结果人我来讲吼，我真的吃差不多3罐的时阵，3盒啦。我大概吃3盒的时阵，就拢总改善啊哈。平常我会做保养，我大概1个礼拜，我1礼拜食差不多3天，因为基本上都没有什么问题了哈。所以讲来观众朋友，咱这是真正有通过认证、专利认证的哦哈。
0800815181哈。我跟你讲吼，你敢知夜尿可以改善到92.9%的呢吼？来哦，瑞云姐，喂，瑞云姐，瑞云大哥呀。啊，你要大组的吼？棒球的大棒。好。棒球。来，你刷卡，我甲你接落去哦，吼。等一下哦，嘿，来，刷卡甲你接落去哦，吼。来，当然你今仔若是大组搁较会好，吼，大组搁较会好。啊，有的是伊多问方玲讲，啊有效无？其实观众朋友，我甲恁讲，一礼拜内底就会当有感觉。3天啦，咱一般啦3天的时阵，如果你来讲早晚各2颗，3天会很有感觉，吼。啊，你若超正10天，我咧讲一定个改善足多啊。啊，你若是要好，绝对毋是2罐尔。我希望你买大组，一个疗程，一个疗程，吼，我们大概大组的，安尼那个疗程跑完了以后，我来讲，你就是告别迄种啊，暗时啊，搁安尼踏地不得爬开骨路变，啊，出门的时阵吼，啊，不等安尼，裤底又搁澹澹啊，定裤底会澹澹的，足困了呢。尤其是一寡阿姐对无，你不等安尼。放落了，它是没有感觉的哦。你的裤底澹澹的时阵是较你甲澹啊，你甲家己感觉怪怪的时阵，你搁去上厕所才知道说，你上一次上厕所的时候，你裤底你是漏尿的，迄是漏尿的哈。所以讲我咧讲哦，观众朋友，吼，你若有这问题，电话继续互恁卡，吼，电话继续互恁卡哈。啊，老师呢？来，老师你来准备一首歌曲啦。啊，无咱来先安排我来唱好无？吼，啊，互阮小姐来甲恁接电话就好哈。啊，当然，咱这时段如果你若想讲要找着芳玲呢，你会记得哈，你要找芳玲，你就来等我录节目啊哈。我等一下下节目，你有任何问题，因为足侪大哥的啊，就讲啊是我阿嫂，这个问题就较歹势问，无要紧，你要问芳玲的时候都随时，但是爱等我录节目的时阵，我电话甲你回，你只要即马敲电话甲阮小姐。交代讲，请芳玲等下录节目了后，甲你回电话就可以啊哈。我今晚先来安排这首2八的月台票哦，谢谢大家。这首歌曲哦，哇，真侪人点嘞。这首歌曲是咱这个尤大嫂、隆中大哥、文东哥哥、顺天哥哥、陈妈妈所点的哈。来邀请全国好朋友共同欣赏收听，谢谢。我心留看点点你，无情也请坐伊来开出去，害阮看无伊。大声来叫伊名你伤心泪滴，原台票替阮订啊！再会啦，再会啦。陪你在三更，了受伊会来受气，讲阮无情义，一定会怨恨阮是假情假意对待伊。想要等到你白时再见面，表明阮心意。到如今袂记已经是死，袂车你的声音啊！再会啦，再会啦，袂
哇，天仓大哥，谢谢有大哥有大嫂，古大锦阿 J， 文心大哥恁的跑声，谢谢。相思是，借阮目眶红记记，请你原谅，是不表明阮的真情意。我在边头迄个树念当边，心爱的已经去啊。再会啦，再会啦，袂得再相见。好，谢谢大家。我直接要跟咱观众朋友讲吼，其实我拢有在食，我自己都有在吃。我讲我开始食的时阵，大概就是2年前。我发觉就讲真的是禁袂掉。迄届是足强烈，偌强烈你敢知？迄是要去北部佚佗，要去伫咧雪隧内底竟然塞车啦！迄铺真正是冻到久的久啦，迄足恐怖。我跟你讲，观众朋友，你若是迄安尼禁到安尼禁袂掉，迄种感觉你就知影讲偌痛苦就好啊我相信讲真侪咱遮时代，哎哟。都唔是足济，唔是像方玲咱讲因为塞车关系，就安尼禁到足济，不是就是一丝丝啦，就想要放，一丝丝啦，就想要放，就安尼。迄就是无力去。无力去啊，禁袂掉甚至有当时迄裤衩开了真侪阿嫂拢安尼呢，迄裤衩开了，感觉讲我放进去对无？衩开了，佮甲滴者一丝啦，所以讲拢长期间一定要用护垫的这。你会记得，方玲甲你讲，今仔这项你一定要甲买回去食，因为包括讲我家己个人食甲有够好，食甲有够好的我安怎食，一摆就是2粒就好啊。你若是平常时伫要做保养，平常伫要做保养的时候，一次就是2颗。但是若较严重的，你要做加强的，你已经很严重了。我一暝爬开骨路边遐，我甲你讲2次。早一次，晚一次，安尼2粒就好啊。我讲我经验，要照讲者我安尼平时咧甲保养，我本地时阵会感觉讲安尼尻川头，迄个感觉像安尼拢安尼整安尼你气迄个会有肿胀的感觉。肿胀安尼，搁再来，即个腹肚痛的时阵在咧甲摸的时阵拢安尼油水，就是迄个水的，迄个水的时阵你泌尿系统咱膀胱若无正常的时阵。伊放袂清气，对啦，放袂清气的时啊，久来当中是会沉淀，会卡带，对，你讲头拄谢芳玲就这啊，一般的女性朋友的时阵，你若如果人放尿会卡带，我跟你讲一定会发酵，发酵是会感染，感染就是看像这配迄个妇产科的时候，不时都安尼，我感觉真系啦，弄来弄去，对，安尼很困扰就对，你无甲治疗。绝对有臭油香味的嘛，对嘛？有老人味，搁而且臭油香味。要讲你搁无香港卡，莫非是你迄个所在当中私密处无清气上，即款的做这是卫生的问题所以讲即款的做这，拢总会当得到真好真好的这个答案。是的，来讲到这继续来先摸材料老师要来献一首歌曲今仔日有无？咱讲要来送一罐倒手芳嘿，来我先来邀出一位观众朋友。来罗玲玉姐姐罗玲玉姐啊。王字旁，对，嘿，对，咱是王字旁的玲来，罗玲玉姐姐，恭喜你对，咱这罐，摕到这个音乐甲走落去，足好用的，足好用的好，谢谢。
好茫茫啊，谁啊知伊？凡事着爱想较开，摆摆啊嘛是事啊相机。朋友啊朋友，人生像海水，好歹目一个你，哈哈，吃亏就是占便宜，计较要算啥物？来干杯，莫搁想过去，这才是漂泊的人儿。金条有酒，金条醉。做好茫茫啊，谁啊知伊？凡事着爱想较开，摆摆啊嘛是事啊相机。朋友啊朋友，人生像海水，好歹目一个你，哈哈，吃亏就是占便宜，计较要算啥物？来干杯，莫搁想过去，这才是漂泊的人儿。哎哎哎！朋友大朋友，人生像海水，好歹目一个你，哈哈，出轨就是占便宜，计较要算啥物？来干杯，莫搁想过去，这才是漂泊的人儿。来，感谢咱观众朋友今日准时收看咱记得看看下的直播。咱小等落节目了后，有需要家庭甲方面来做服务的，共款卡咱头前的专线电话8326-317 8326-316电话啊，感谢你咯。朋友大朋友，人生像海水，好歹目一个你，哈哈，吃亏就是占便宜，计较要算啥物？来干杯，莫搁想过去，这才是漂泊的人儿。谢谢观众朋友，咱小等落节目了0800-815100815151的电话，工人甲方面共款线卡甲恁做服务，而且祝恁健康快乐，明仔载同这时间继续甲恁收看，记得破歌声。着爱想较开，摆摆啊嘛是事啊相机。朋友大朋友，人生像海水，好歹目一个你，哈哈，出亏就是占便宜，计较要算啥物？